有人陷我，我就會鬆，但是無人來。我話去咁俾人當水魚湯，69號悲哀。佢的囉柚有像菊花等被揭開，妹妹卻在養青苔。黑洞裏越勤力越變得不受理睬，唔帶袋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急災。方也像屋企餐台，着最少的衫砌幾秒感慨，做來拍照要揞住春袋。你當我是節瓜吧，誇張只因我很怕，似木頭插籮柚的話，做你怕嗎？其實互賴遊戲你要做學生妹吧，我做校長顯得優雅，床上你叫到沉默啦，真夠爆炸。蒼井空也現形來話我知，69食完還海水並不多，若然你拉過就知我為何大動作很多，要後入嗰個正常人夠我笨就大條魔。你叫我做節瓜吧，加幾聲聲也不怕，我像床有跳彈的話，表演你行嘛，夠歇斯底里嘛，以海水淋花吧，菊花只想插一下，我在場好似射波嗎？